第59届威尼斯艺术双年展4月23特别开播啊！本地北美馆邀请台湾的艺术家薛古柳去展览，说因为性侵风波已经停止合作。今仔日宣布台湾馆确定改用本现展示和国际论坛方式举行。美丽佮充满古味的意大利水城 Venice， 每2年拢会办一届国际艺术展。今年第59届4月23是特别伫咧普里奇欧尼歌社来举办。台湾馆的主题无可能的梦，确定会展示北美馆对1995年到2019年参展13年来的文献档案甲作品，也会办4场的国际论坛，希望开创台湾甲 Venice 艺坛的新对话。This exhibition becomes an archive.A space for historical memory to be activated. As well, it is decisively positioned to dialogue with both immediate and deep-seated questions. 自本今年的展览要以台湾艺术家薛古柳的雕塑加动画作品为主，不过因为去年底伊方爆出违反性自主风波，北美馆今年1月份宣布停止合作。馆长王俊杰坦白讲，无法度甲其他国家原住民艺术家来交流，确实有影足可惜。未来敢会有其他合作，就要等司法结果出来才去拍算。我们当然觉得有点可惜啊，就是我们筹划了2年，接下来必须看这个司法上面的过程是怎么样啊？所以我想我们很难回答说以后我们跟萨古罗的合作会是怎么样的。长期负责双年展的北美馆，早伫1995年就以台湾国家的名义来参展，落尾因为中国向大会施压，2003年台湾馆对国家馆的参展名单去互移除，经过袂少拍拼，北美馆伫咧同年向大会提出平行展的参展申请，咱才有法度继续甲台湾艺术撒到国际平台。记者阿敏金曾派文台北报道。